你要嘅自己嚟沖呢個款式，中意自己嚟拍啊！黑檀嘅一個款式，搭埋呢個貓爪好可愛，見唔見啊？但係直接咁去戴得兩圈式嘅呢個，兩圈式啊！一個木珠，但係想要嘅自己嚟拍話，呢個價錢好香喎，你哋去拍啊！兩圈雙圈㗎嚇，呢個價錢係69元，你哋要嘅話嚟拍69蚊。中意嘅自己嚟沖，喜歡嘅自己嚟拍，快啲去拍啊！一個60幾蚊咁抵買嘅，咁抵買嘅係嘛？想要自己嚟拍啊！個款式，中意自己嚟沖，啲啲嘅23433，價錢去到69元，黑檀嘅一個。DIY 手串，呢個尺寸去到6.5，哦6嘅尺寸咯，6嘅尺寸，呢個兩圈嘅一個兩圈嘅，嗱要自己拍，中意自己沖呢個款式，比較特色啊，搭埋啲咁樣嘅係嘛？小配飾要自己拍，啲啲嘅23433，價錢69元。你想要嘅話嚟拍啊，中意自己嚟沖。咁呢個就過啦，仲想要啲咩款式嘅自己打出嚟公屏。歡迎點菜支持點菜，歡迎點菜支持點菜。想要咩款式嘅自己咪可以點菜。我想講呢個啦，超靚呢個沉香啊嚇，呢條片珠型嘅一個沉澱，呢個沉水級會比較高，半沉嘅一個，你睇下，佢嘅成個油脂感見唔見啊？分佈得好強啊，成係一個係嘛？黑棕色，你見唔見啊？佢呢個油線都好好嘅啫，做翻啲咁嘅藥片，一片一片嘅係嘛？片形狀嘅8.4嘅尺寸啦，嗱咁去戴翻又好睇喎，見唔見？好有特色嘅串，很特色嗱，藥片型嘅，你哋想要片形狀嘅去揀呢個，見唔見啊？哇！呢啲油脂我都唔敢去刮佢，好靚。都好間刮後香，佢有一種係嘛好香嘅，聞到咧，首先係一個花果香味啦，慢慢落翻嚟一個清香味，再嚟翻一個奶香味，再嚟係咪翻一個藥香味，係咪有幾個韻味啊？好有層次嘅，哇！好香，即係穿呢個比較濃喎，呢個因為佢油脂夠靚啊嘛，係咪夠黑？見唔見啊？分佈嘅油脂夠好，嗱成個紋理啊！你睇下佢啲紋理啊，啲油感溢出嚟咁喺度啲，我都不敢刮它，係咪啊？你哋可以去拍隻，有中意自己去拍8嘅尺寸，呢個價錢去到係400元，哇！好值得去沖喎咁呢個。你中意話去沖呢隻款式，好看呢個沉澱色會比較係嘛？比較下沉咯，半沉嘅一個。嗱，想要呢種款式嘅姐姐嚟拍，中意呢隻款式嘅姐姐沖400蚊，好值得去沖喎呢個沉香嘅一個款式。佢個油脂感啊，係嘛，都係好靚嘅一個級別咯。啲啲嘅23434，價錢係400元。你哋最近係嘛失眠多夢嘅，係嘛壓力大嘅城市，但係嘛多煩躁嘅，多壓力嘅，係嘛壓力感嘅，你去拍一個啊，係嘛去拍一個好多係嘛上班族啊，係嘛啲人咧都可以帶翻沉香啦，去安穩翻我哋嘅情緒啦。嗱，中意嘅姐姐嚟拍400元嚇，沉香嘅一個片珠嘅一個片珠嘅手串，有8個尺寸咯。嗱，中意姐姐嚟拍，又啱嘅姐姐嚟沖咯，好靚啊！佢個款式好有特色，很特色嘅一串。你要嘅話嚟拍，中意姐姐嚟拍。啲啲嘅23433，434啦，價錢去到400蚊。嗱，想入呢種款式嘅姐姐嚟沖，想要嘅姐姐嚟拍，好睇嘅佢個款式都係好看啲。咁呢個就過啦，仲想要咩款式嘅姐姐打出嚟公屏啊！歡迎點菜支持點菜，歡迎點菜支持點菜。上條一個，哇！呢度有一個啦，同花晶喎，見唔見啊？花晶體好多晶體啊，好有特色。
有冇中意呢種款式嘅姐姐？就係買河田玉。咦？呢度仲有個銀色嘅搭配啊，小流蘇，有個珍珠，有個水晶，再搭埋呢啲咁嘅木珠啦，成個木珠嘅線條感啊，見唔見紋理啊？都好，個油脂感都好強呢條。嗱，呢個有冇中意姐姐？嗱，佢呢個品種都好靚，海南嘅呢個鸚哥綠旗藍，嗱，都係半層級啊，好好啊呢個。木紋理油脂感都好靚嘅全古珠嘅，做翻一條古珠嘅款式，呢個有冇中意嘅姐姐？嗱，做翻啲 DIY 嘅款式，咁去搭配，哇，又好搭喎，好睇喎，係咪啊？呢個有冇中意嘅姐？有中意嘅姐姐睇過嚟啊！中意沉香嘅姐姐過嚟睇一睇，中意沉香嘅姐姐過嚟睇一睇。呢個價錢去到係900元嘅，你哋中意嘅話嚟拍，中意嘅姐姐嚟沖啊！啲嘅2、3、4、3、5啦，價錢900元，有中意姐姐嚟拍啊！沉香嘅一個算盤珠，又可以講話古珠。雙盤珠的一個 DIY 手串，中意姐嚟拍啊！去到8.2嘅尺寸，8.2嘅尺寸，你想要話嚟沖900元啊一個。